Hi，我係 Elvin。近排我就 post 咗一個關於點樣用1000溝可以賺100千嘅投資項目。呢個 post 一出開之後，我嘅 WhatsApp 呢就叮到爆啦。我每一日我答呢啲問題啊，覺得都係冇啦。我都係直接錄依家個 video 出嚟，我分享俾大家睇，咁樣係點樣做得到嘅。其實呢個投資項目呢，就位於響尼拉 KLIA 15分鐘距離嘅一個大城市計劃。呢個計劃呢個 project 到底有咩咁巴閉呢？可以響短短嘅1個月半入邊呢，賣開過千間。咁樣點解位於響尼拉嘅 project 可以喺咁短時間賣過千間呢？主要呢，就係因為佢好近機場。試諗下，因為呢個係 KLIA 喎，KLIA 係國際機場嚟㗎，即係所有嘅遊客呢度做生意嘅人都會通過呢個機場。位於喺國際機場隔離嘅一個城市，我哋叫咩啊？國際城市咯。點解叫國際城市啊？因為去呢個城市將會好似國際機場咁樣。當你行入去呢個城市嗰陣時，你就會睇到有好多外國人啊，有鬼佬啊，有阿拉伯人啊，有中國人啊，有好多唔同國家嚟嘅人，所以佢係一個好好嘅投資點嘅地方嚟㗎。因為如果你係不嬲都有做投資嘅，你諗下你自己本身有冇投資過一個咁樣嘅城市呢？如果冇嘅話，你真係要認真考慮一下咗。呢個真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 point 嚟嘅。另外一個原因佢會咁好賣，接落去就係因為佢未起出嚟之前呢，佢所有嘅公共設施啊已經係好完善咗，學院、機場、醫院、highway 乜都齊 ，hypermarket、Aeon、Tesco 呢啲嘢已經令到呢個地方有足夠嘅條件變成一個大城市，超過3萬以上嘅學生。到時候住邊啊？我哋嘅城市又有遊樂場，又有嗰啲夜生活嘅地方啊，變開所有嘅人嘅焦點就會喺呢度，包括飛機師啊、空姐啊，所有喺附近機場做工嘅嗰啲人啊，佢哋住邊啊？佢哋租邊度啊？梗係租呢個城市啦！呢個城市咁 happening，quality tenant 咧會減少你成日由追租啊、追租金啊呢啲咁樣嘅。所以呢個城市呢已經係無限可擊咗，但係呢，呢個唔係今日我想講嘅重點。頭先我所講嘅只係呢個城市嘅優點啫，但係今日嘅重點係我哋點樣利用呢個城市用 gearing effect 嘅方法，用1000溝嚟賺取100千嘅利潤，呢個先係今日嘅重點。第一就係因為呢個城市嘅 early bird promotion， 你用1000溝就可以 booking 呢個城市咗。如果你睇中呢個城市，你有多餘錢1000溝，你就將佢落開頂之後申請你嘅貸款。如果你嘅 loan approve 嘅話呢，咁樣你咪攞翻1000蚊咯，係 fully refund 嘅 ，so 係零風險嘅。如果你 loan approve， 咁就恭喜你啦，你可以入場玩呢個遊戲。點樣玩呢？ loan 一 approve 嗰陣時係咪去簽 S&P 啊？比如話啦，你今日係買一個300千嘅屋嘅話啦，你簽埋合同嗰陣時，你係咪去攞30千頭期出嚟啊？跟住係咪去俾律師費大概10千溝啊？所以今日呢個 early bird promotion 可以令到你1個仙都唔使俾，之後你就等佢起咯。3年後，當你嘅屋企可以攞鎖匙嘅時候，你嘅房價係幾多錢啊 ？OK， 我哋咁樣計啦，平均喺大加林波城市嘅一個範圍，喺成長緊嘅地區，佢哋嘅成長，如果我保守估計啦，我唔會講好似撥涌啊嗰啲山威啊，5年入邊佢哋升開成100%嘅。OK， 我講緊嘅咧係保守嘅，即係話一個城市去成長嗰陣時咧，1年上升10%。所以如果你係用300千買一個單位嘅話呢，1年後就係330千，2年後就係360千，因為3年後就係390千。所以我哋齊頭計佢400千。OK，所以3年後你攞屋嗰陣時呢，你嘅屋價係400千。
你賣嗰陣時呢係300千，咁樣你3年入邊你賺咗幾多錢啊？100千，咁樣你有冇諗過你出咗幾多錢啊？你出咗1000蚊啫，1000蚊啫，1000蚊啫，仲未講完啊！佢嘅 early bird promotion 啊，仲包括當你拎鎖匙嗰陣時啦，佢仲會俾你一個高達5%嘅 cashback， 即係話今日如果你買一個300千嘅屋，當你攞鎖匙嗰陣時，佢仲會俾你大概13,500蚊嘅現金，你可以攞嚟抵消你之前所俾嘅利息啦，或者你愛攞嚟供多，差唔多可以幫你供多1年嘅屋啦，或者你又可以攞嚟入家私嚟租出去俾人啦。投資呢，除咗愛賺多之外呢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，我哋要考慮到嘅呢，就係風險。我哋睇翻呢個 project，點解咁多人會湧入去？甚至乎啲 KL 人都係買2-3間兩嚟買。點解係會咁樣嘅現象發生？係因為佢個風險只係1000溝嘅成本啫。呢個 project 最大嘅弱點就係佢冇嗰個時間嚟俾你去睇去研究，因為佢啲低嘅單位已經俾人一直賣至上咗。呢個係一個俾嗰啲想開始做投資者，但係又冇現鐳嘅朋友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進入呢個投資行業、投資房地產。驚借唔到 loan 嘅冇問題啊！第一，佢1000溝可以攞翻嘅。頭二呢，如果真係驚借唔到，咁樣咪揾個 partner咯，一人500溝賺50千，好唔好啊？基本上，如果你真係想投資嘅話，其實你係根本冇原因拒絕呢個 project 嘅。講到依家，如果你哋明白我喺度講緊咩嘅話呢，其實你哋依家應該係好興奮咗嘅。有興趣嘅話呢，你就 click 上邊嗰個 link， 跟住之後填寫相關嘅資料，跟住呢，我就會盡快聯絡你做進一步嘅了解，之後幫你訂取一個最好嘅單位。咁我今擺嘅分享呢，就到呢度為止啦，希望下一擺可以再見。